做到的是自由式，它要有600公尺，然后要做滚翻转身，蝶式100公尺，蛙式200公尺，仰式50公尺，它都跟大家一样。游泳4式成绩达到体育系学生的标准，詹祥青像是水中蛟龙，其实他天生与众不同。后来我看到他，我就更愣住了，他只有一只手。克服障碍，詹祥青让新竹教育大学破例让他转入体育系，还通过考试取得救生员的执照。我们能鼓励之后每一个救生员都可以变得更棒。我想要这种服务的感觉，我想要有这种热忱。设立目标要成立专业体育人，没有困难能够阻挠。坚持不懈，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，就会出头天。对，那这就是我们客家人刻苦耐劳的精神。遇到困难我会克服，上忙去打拼。遇到困难要克服，认真去努力。遇到困难我会克服，上忙去打拼。肢体障碍家境清贫，从小到大要克服的障碍多到数不清。詹祥青当然曾经垂头丧志，有时候丢球还会变这样，就打到拍。对，然后有时候会丢不稳，对，然后后来慢慢练，然后就丢比较稳。国3时在教会打桌球，一个学妹以可爱来形容她半截的手，从此扭转了自卑的心。现在的我可以一直散发很乐观、很正面的能量，我没有时间力去为自己的手去悲观、去自怨自艾。它会让我们就是觉得说，他能这样的话，为什么我们不行？我们一定可以更好、更加努力。唱歌、学乐器，能动能静的詹祥青，还想考街头艺人。不看清自己，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事，都能发光发热。遇到困难可以克服，上网去打拼。遇到困难可以克服，上网去打拼。谢谢宗仪老师。